大家好，歡迎返嚟莊山頻道。今集我哋要講嘅係正義女神裏面一單好有張力，亦都非常值得深思嘅案件——郵包藏毒案。呢單案一開始睇落好似好簡單，警方根據線報喺郵局門口埋伏，準備捉拿一名懷疑販毒嘅男子。呢個人就係謝家強。當場被拉住之後，謝家強即刻話自己只係幫朋友借個地址收郵包，根本唔知入面裝住嘅係毒品。佢話佢以為嗰啲只係一啲走私嘅電子零件，所以先至會驚到走人，完全唔知自己原來已經捲入咗一單大案。不過法庭上最麻煩嘅地方就係謝家強嘅口供一直前後矛盾，佢講法一時一樣，令到案情更加混亂。到正式開庭審理嗰陣，律政司嘅檢控專員邱光正似乎又未能提出更有力嘅證據去證明謝家強真係藏毒。呢個時候，法官嚴惠芝就開始覺得唔對路，因為佢睇得出成件事入面有好多疑點。第一，郵包收件人寫嘅明明係陳先生，唔係謝家強，咁謝家強點知個郵包係佢嘅？第二，謝家強冇驗尿報告，又冇吸毒工具，點證明佢吸毒？第三，涉案毒品數量又大，根本唔似係一般自己吸食用量，反而更似係販賣用途。換句話講，呢單案唔可以淨係靠表面證供就定人罪，因為一旦判錯，就有可能令真正嘅犯人走甩，仲會害咗一個無辜嘅人。所以嚴惠芝就提出喺證據未確切之前，應該考慮終止聆訊，先查清楚真相，再作決定。佢咁做唔係想拖時間，而係想確保司法公義，唔好因為急住結案就冤枉無辜。佢認為法庭要做嘅唔係迎合壓力，而係查出真相，俾社會一個交代。但律政司方面就覺得嚴惠芝咁做會對外界嘅觀感非常唔好，甚至會影響律政司嘅形象，所以佢哋就向言官上級投訴。最後由高等法院嘅領導方官親自落區域法院揾嚴惠芝傾。方官嘅意思好直接，就係希望佢唔好終止聆訊，最好盡快繼續審訊，快啲結案。但嚴惠芝都唔係無理取鬧，佢覺得呢單案明明仲有咁多問號，如果咁樣草草結案，好大機會會錯判。到時如果真係搞錯，今後大眾唔會原諒呢班司法工作者。佢仲得到洪思義支持，因為大家都明白藏毒案係大案，唔可以因為趕時間就犧牲一個人嘅清白。不過最終方官都係堅持要嚴惠芝繼續審訊，最多只能接納被告認罪。嚴惠芝雖然無奈，但都只能接受呢個安排。另一方面，馬冠東飾演嘅程律師慢慢發現謝家強喺法庭上認罪，其實係受到代理律師 James O 嘅唆擺，於是佢就帶埋謝家強個阿爸謝叔一齊去監獄探佢，想同佢講翻件事嘅真相。佢哋直接指出謝家強嗰個代理律師根本唔稱職，甚至有啲似同對方一齊夾埋逼佢認罪。謝家強呢個時候先至講出自己之前認罪，原來真係因為 James 不斷同佢講話，而家好多證據對佢好不利，最聰明嘅做法就係認罪，咁先有機會爭取最大減刑。就連嗰封認罪書原來都係 James 事先打印好，再叫佢抄翻上去。其實謝家強一開始根本唔知事情有幾嚴重，聽到有律師話會幫佢，自然就乖乖聽話。程律師見狀立即提醒佢千祈唔好俾人呃。更加重要嘅係，如果代理律師真係有慫恿佢，咁佢自己本身就已經有問題，背後一定唔簡單。於是程律師同謝叔都鼓勵謝家強去法庭講出真相，唔好再受人擺布。最終謝家強都點頭答應，願意改由程律師為自己辯護。但 James O 知道之後梗係唔會坐以待斃，佢嬲到爆，仲故意揾幾個街頭爛仔去搞謝家強阿爸，想嚇怕謝家強。開庭之前，拘留室仲有囚犯故意向謝家強傳話，話如果佢喺法庭上推翻之前口供，咁佢阿爸就可能有危險。謝家強聽到之後當然再次動搖，對佢嚟講屋企就得返阿爸一個親人，佢真係唔想因為自己而害到阿爸。到咗正式開庭嗰日，
謝家強坐喺被告席上，神情非常緊張，成個人都冒晒汗。最慘係佢喺旁聽席上又見唔到阿爸，加上 James O 不斷喺旁邊施壓，同佢暗示如果唔聽話，佢阿爸就會出事。結果謝家強終於崩潰，話之前自己講嘅先係真話。言為之見到佢咁大轉變，再加埋 James O 一副得戚樣，心入面更加覺得事有蹊蹺。佢決定先休庭，等第二日再審。好彩謝叔之後終於再去見個仔，並且話翻俾佢聽，其實自己只係俾幾個爛仔搶咗銀包，但已經揾翻。佢叫謝家強唔好再認罪，要勇敢講真話。就喺嗰晚，言為之因為幫緊呢單案，喺停車場仲遭匪徒到伏擊，幸好邱光正喺身邊，仲用自己隻手臂幫佢擋咗一刀。呢一幕真係睇到人心都實埋。謝家強見到有咁多律師同法官真心想幫自己，終於深受感動。佢明白到唔可以再讓呢班人失望，更加唔可以繼續俾人利用。於是到最後一次開庭時，佢終於鼓起勇氣，將一切真相全部講出嚟。佢坦白承認，嗰個包裹根本唔係自己嘅，而係朋友黃敏利嘅。自己只係幫對方代收包裹，然後收咗1000蚊報酬，根本唔知入面裝住毒品。警方之後再深入調查，終於抽絲剝繭，揾到背後真正嘅運毒同販毒網絡。原來黃敏利同佢阿哥黃敏超先至係成個集團嘅主腦。佢哋利用代收包裹方式欺騙師奶、學生同青少年，幫手運輸同販賣毒品。最後謝家強成功獲判無罪，當庭釋放。言為之亦都嚴肅提醒佢，日後喺法庭上一定要實事求是，唔可以再聽信任何人慫恿。成單郵包藏毒案到最後唔單止還咗無辜者一個清白，仲徹底揭開咗背後真正嘅犯罪集團。呢一集最打動人嘅地方就係言為之明知會得罪律政司，明知會承受壓力，但佢依然堅持要公平審訊，唔肯俾一個無辜嘅人頂罪。正正因為咁，真正嘅壞人先至冇得走甩。所以話呢種堅持真相、守住公義嘅精神，先至真正配得上正義女神4個字。如果你都覺得司法公義好重要，唔應該冤枉任何一個無辜嘅人，咁就留言同我分享。多謝大家。如果你都中意睇正義女神，希望你幫我撳翻個訂閱掣，咁就唔會錯過條片啦。我哋下集再見。